愈看起来有影是真水，愈看起来有影是真水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翻译，那个我就不换成中文和广东话了，因为反正我用中文来解释一下就行了，然后也顺便让你们学一下俄语或是马来语，这样多学一门语言对你们也好。OK， 那废话就不多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愈就是你，很简单，然后看起来，你们会广府话或是会普通话的朋友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也都不需要我来解释了。看起来就是看起来，有影就是真的，或是广东话的非常之真的，普通话的话就是真的的意思。有影是什么？你们已经知道了，就是广东话就是海，然后加水就是非常美，加紧加，你也可以说紧加，或是说紧。它的意思就是很的意思，普通话就是很，广东话就是好靚嘅嗰個好，然後水就是美的意思，水廣東話就是靚，所以你看起来真的好漂亮，你看起来真的好美，用这个槟城福建话来说就是愈看起来有影是真水，或是就像我刚刚也和你们说了嘛，在槟城福建话表示很，你可以说除了说加，你可以说紧，你也可以说紧加。汉字写法我等下再写给你们看吧。所以你看起来真的很美，有3种说法，你可以说愈看起来有影是真水，你也可以说愈看起来有影是真水，或是愈看起来有影是真加水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没了。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用槟城福建话来感受电影啊，就是用槟城福建话来感受电影的美感，应该可以这么翻译。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活到下一届的大选，那我们就先说声再见了，我们下一期见。